我最近收到了一个东西，当当，这个是那个文心哥的最新专辑，然后我刚刚收到，对，就是麻烦大家多多支持，超好听的歌。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他这次的专辑那个风格非常前卫，然后它里面呢，除了 CD 之外，然后还有2本的有点像写真集之类的，我不可以给大家看里面的内容啦。对，但里面有一些他私底下生活的照片。然后呢，因为那个晴晴这次有跟文心哥合拍一首 MV 嘛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那个看秋的很后，所以就那个文心哥送我，然后我有去听他整张专辑，因为 KKBOX 上面也有。然后呢，就是大家的风评都非常的好，就是每一首都是主打歌。然后尤其是《看秋的影后》那首歌，有人跟我说他觉得那首歌是里面最好听的一首，我不知道。对，那我是整张专辑都有听，都非常的好听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文心哥。好，然后对啊，嗨，婷瑜，谢谢你有买哦，有买的人举手。刚刚一开始现在后来进来的人，一定也还没看到这个东西。这是文心哥最新专辑《撸给撸用》。谢谢，感谢，我要看一下大家。对，《撸给撸用》，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这次专辑风格真的很不错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我再帮他打一次广告，里面还有2本。他个人平常的写真集，不要抱太大期望，因为他没什么肌肉，他不是那种写真集，你知道的。好，那第2个就是第3次喽，我很挺文心哥的，你看，文心哥的最新专辑《撸给撸用》，然后但是我今天发现，甘味的主题曲换了，不是文心哥的了，对，然后呢，大家赶快去买文心哥最新专辑，很好听哦，每一首都很好听。然后呢，